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2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7篇，箴言30章第1节到第9节，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到第1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受试探。大斋节期以纪念耶稣基督在传福音之前受到撒旦的试探之40天的定。受试探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并不是人的专利，就连我们知道的上帝的独生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也受到试探。耶稣基督如何的胜过试探，是基督徒的你我学习的榜样。一般我们在遇到试探，总是会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、去解决，就如同约伯一样，他的朋友们也是如此。他们觉得自己最了解苦难，最懂得上帝的人，但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典范却不是如此。就如同圣经旧约箴言30章第1节到第9节的经文所说的，以下是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箴言：上帝不与我同在，上帝不与我同在，我得不到帮助。我像畜类，不像人，我没有所具有的智能，我从来没有学的智慧，我对至高者的上帝毫无所知。有谁升过殿又降下来？有谁用手捕风？有谁用布包水？有谁为大地立定边界？他是谁？你知道吗？他的儿子名叫什么呢？上帝信守他的每一个应许，他像盾牌护卫所有投靠他的人。如果你对他所说的话有所增减，他会谴责你，指出你是撒谎的人。上帝啊，有2件事，求你在我未死之前成全，使我不撒谎，使我也不穷也不富，只供给我所需要的饮食。如果我有余，我可能说我不需要你；如果我缺乏，我可能盗窃，羞辱上了我上帝的名。雅各在遇到苦难的时候这样说：上帝不与我们同在。这是许多在面对试探的人所说的一段话，这是失望也是埋怨之言。然而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够积极的有这样积极的生命态度。耶稣基督受试探所立下的榜样，在马太福音第4章的第1到第11节。马太福音第4章1到11节记载着耶稣基督受试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接着耶稣被圣灵带到了旷野去，受魔鬼的试探。禁食40昼夜之后，耶稣饿了。那试探者上前对他说：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命令这些石头变成了面包。
耶稣回答，圣经说，人的生存不仅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所赐的一句话。魔鬼又带耶稣到圣城，让他站在圣殿的最高处，对他说，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跳下去，因为圣经说，上主要为你吩咐他的天使，他们要用手托住你，使你的脚不至于在石头上碰面。耶稣回答说，可是圣经也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。最后魔鬼带耶稣上了一座很高的山，把世上万国和他们的荣华都给他看。魔鬼说，如果你跪下来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。耶稣回答，撒旦，走开。圣经说，要拜主你的上帝，唯独尊敬侍奉他。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，天使就前来侍奉他。面对试探的基督徒，不但需要有积极的生命态度，更需要有以上帝的话语来面对，让上帝来成为我们抵御撒旦的一个瓦器。如同保罗说，基督徒要能够穿上基督的军装，才能抵御撒旦。诗篇77篇，苦难的安慰。我向上帝哀叫你，我高声呼叫，他垂听了我。患难的时候，我祈求主，我整夜举手祷告，但也得不到安慰。我思念上帝时不禁叹息，我沉思默想，总觉得沮丧，但不值得我安眠。我愁烦不安，不能说话。我想念过去的日子，追忆以往的岁月。我整夜沉思，我默默想，自问，难道主永远丢弃我们吗？难道他不再喜欢我们吗？他的慈爱永远消失了吗？他的应许代代失效了吗？难道上帝忘记了开恩？难道愤怒已取代了他的怜悯？于是我说，最使我伤心的是，至高的上帝的能力已经改变了。上主啊，我要记住你伟大的作为，我要回忆你往日所成就的这个启示，我要沉思你一切的工作，我要默想你大能的作为。上主啊，你所做的都是圣洁，没有其他的神可以跟你相比。于是新生机的上帝，你是向列国彰显你的大能，你用你的大力救赎你的子民，拯救了雅各和约瑟的后裔。上帝啊，河流看见你都畏惧，深渊看见了你也都站立。密云降下大雨，天空发出雷轰，闪电满天奔驰。你的本性，你的雷声隆隆，闪电照亮世界，大地惊惶颤抖。你跋涉海洋，跨越深渊，但是你的足迹无处可寻。你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，像牧者一样带领你的子民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在面对困境、挑战、试探的时候，能够靠主你来坚强，抵御撒旦的攻击。让我们要靠的这个努力来
靠主来得胜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